隊長，你之前講起做義工最緊要係有心有力，我 mark 低咗㗎。咁除咗之前講嘅愛心、真心同埋同理心呢3個心之外，仲要有啲咩力呢？如果講體力，我好夠㗎。嗱，體力咧當然係重要嘅，因為我哋做好多義工服務嘅時候咧，都要落手落腳、親力親為嘅。但係淨係體力咧就唔夠嘅喎，我哋仲有3個力咧更加係關鍵。第一個就係溝通能力啦。呢個我知道，我哋要識得同服務對象溝通，首先係要好好聆聽對方嘅意見同埋感受，唔好急住俾評價或者俾意見住，聽晒啦先至表達自己嘅睇法，唔好為咗表達而表達。而係要以平等、互信、尊重為基礎作溝通，咁先至可以建立互信關係。講得冇錯啦，不過我哋溝通咧唔係淨係同服務對象溝通咁簡單嘅喎，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做義工服務嘅時候咧，都係團隊咁樣去工作嘅。喺個過程入邊咧，我哋要識得咧同義工團隊嘅成員清晰表達自己嘅諗法，保持良好嘅溝通，咁先至可以做好服務。第二個力就係協調能力。嗱，正如啱啱所講啦，義工服務咧好多時咧都係要牽涉好多同伴啦，所以不論係準備功夫、服務過程，以至係善後工作，都會涉及咧好多嘅工序。我哋咧唔可以單打獨鬥，而係應該要識得同人協調、互補、通力合作，確保咧過程係順利。最後當然咧就係應變能力啦，因為咧義工服務咧好多樣化嘅，我哋會經常咧遇到好多突發嘅情況喎，例如係你服務緊嘅時候啦，有人唔守規矩打尖啦，又或者係有啲服務對象突然之間唔舒服，可能咧你要 call 白車嚟幫手等等，我哋都一定要臨危不亂，要妥善處理問題，亦都要盡量唔好影響到我哋嘅服務對象，咁先至可以避免出現混亂㗎。聽隊長你咁講，雖然做義工係冇報酬，但係我哋可以喺過程入邊鍛鍊到其他嘅能力，好似頭先講嘅溝通能力、協調能力同埋應變能力咁，其實都係我哋讀書或者出嚟做嘢嘅時候用到嘅能力，幫到人，自己其實亦都有得着，我覺得啱唔啱呢？冇錯啦，做義工咧，除咗可以幫到其他人同埋貢獻社會之外，對個人嘅成長咧都好重要嘅。所以記住有心有力呢個口訣咧，我哋做義工咧就可以好好享受當中嘅樂趣噶啦。